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廚房，你自己嘅廚房，輕鬆做出幸福嘅味道。今日我哋做豆腐蝦球，調味同埋材料都非常之簡單㗎。具體可以點開標題下方嘅說明區查看。首先蝦去殼，從蝦背將佢切開，取出蝦線，全部做完之後，就用麵粉加少少水，將佢揸勻，洗下佢，洗乾淨之後就吸乾佢嘅水分，將蝦壓扁，唔使用拍嘅，拍去拍到處都係。咁我先壓扁。如果你喜歡我嘅影片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頻道，並撳埋個鐘仔啦！你嘅鼓勵同支持係我繼續嘅動力，多謝晒。跟住我哋繼續講返個蝦，將蝦切粒，稍微剁佢下，唔好剁得太碎喎，因為我哋要食嘅時候仲保留有嗰啲粒粒咁嘅感覺，食到啲蝦肉啊嘛。放喺碗中調味，加入生抽、麻油，呢個係麻油、鹽、胡椒粉同埋白糖，粟米澱粉同埋一塊豆腐。將佢揸勻，跟住加入一粒雞蛋，繼續將佢揸勻，揸到好似咁樣就得啦。煲你嘅油溫呢已經差唔多160度啦，好似咁樣，筷子周邊不停咁出現嗰啲氣泡，就可以中小火，將個羹不一羹輕輕嘅放落去，全部放晒落去之後，嗰啲之前放嗰啲蝦球就已經會浮起，有少少黃色啦，就將佢翻面。翻面之後要輕輕擺動佢喎，讓佢受熱均勻。當啲蝦球炸到淺黃色嘅時候，好似咁樣就會開大火，炸到金黃色就可以將佢撈起身啦。啲顏色係咪好靚呢？聽下呢啲聲音，酥脆，倒喺個紙度吸乾佢嘅油分，就可以裝盤擺碟啦。成品係咁嘅樣子嘅，可以配芥末醬啊、蛋黃醬或者係番茄醬食都好好味㗎。切開一塊外酥裏嫩，每一口都充滿豆腐嘅豆香同埋蝦嘅鮮味，一啲都唔油㗎。如果喜歡嘅話，可以加啲紅蘿蔔粒同埋馬蹄粒落去，增加口感。材料簡單，製作方便，味道鮮美，你都試下啦。如果鍾意我嘅影片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頻道並撳埋個鐘仔啦。感謝觀看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